酒政善長同夜得夢。這事以後，埃及王的酒政和善長得罪了他們的主埃及王，法老就怒酒政和善長這二臣，把他們下在護衛長府內的監裏，就是約瑟被囚的地方。護衛長把他們交給約瑟，約瑟便侍候他們。他們有些日子在監裏。被囚在監之埃及王的酒政和善長，二人同夜各做一夢，各夢都有講解。到了早晨，約瑟進到他們那裏，見他們有愁悶的樣子，他便問法老的二臣，就是與他同囚在他主人府裏的，說：你們今日為什麼面帶愁容呢？他們對他說：我們各人做了一夢，沒有人能解。約瑟說：解夢不是出於神嗎？請你們將夢告訴我。約瑟為酒政解夢，酒政便將他的夢告訴約瑟說：我夢見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樹，樹上有3根枝子，好像發了芽，開了花，上面的葡萄都成熟了。法老的杯在我手中，我就拿葡萄擠在法老的杯裏，將杯遞在他手中。約瑟對他說：你所做的夢是這樣解：3根枝子就是3天，3天之內法老必提你出監，叫你官復原職。你仍要遞杯在法老的手中，和先前作他的酒政一樣。但你得好處的時候，求你紀念我，施恩於我，在法老面前提說我，救我出這監牢。我實在是從希伯來人之地被拐來的，我在這裏也沒有做過什麼，叫他們把我下在監裏。約瑟為善長解夢，善長見夢解得好，就對約瑟說：我在夢中見我頭上頂着3筐白餅，極上的筐子裏有為法老烤的各樣食物，有飛鳥來吃我頭上筐子裏的食物。約瑟說：你的夢是這樣解：3個筐子就是3天，3天之內法老必斬斷你的頭，把你掛在木頭上，必有飛鳥來吃你身上的肉。到了第3天，是法老的生日，他為眾臣僕設擺筵席，把酒政和善長提出監來，使酒政官復原職。他仍舊遞杯在法老手中，但把善長掛起來，正如約瑟向他們所解的話。酒政卻不紀念約瑟，竟忘了他。法老的2個夢。過了2年，法老做夢，夢見自己站在河邊，有7隻母牛從河裏上來，又美好又肥壯，在蘆荻中吃草。隨後又有7隻母牛從河裏上來，又醜陋又乾瘦，與那7隻母牛一同站在河邊。這又醜陋又乾瘦的7隻母牛吃盡了那又美好又肥壯的7隻母牛，法老就醒了。他又睡着，第2回做夢，夢見一顆麥子長了7個穗子，又肥大又佳美。隨後又長了7個穗子，又細弱，又被東風吹焦了。這細弱的穗子吞了那7個又肥大又飽滿的穗子。法老醒了，不料是個夢。到了早晨，法老心裏不安，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術士和博士來。法老就把所做的夢告訴他們，卻沒有人能給法老圓解。酒政向法老推薦約瑟。那時酒政對法老說：我今日想起我的罪來。從前法老怒臣僕，把我和善長下在護衛長府內的監裏。我們2人同夜各做一夢，各夢都有講解。在那裏同着我們有一個希伯來的少年人，是護衛長的僕人。我們告訴他，
他就把我們的夢圓解，是按着各人的夢圓解的。後來正如他給我們圓解的成就了，我官復原職，善長被掛起來了。法老隨即差人去召約瑟，他們便急忙帶他出監。他就剃頭、刮臉、換衣裳，進到法老面前。法老對約瑟說：我做了一夢，沒有人能解。我聽見人說，你聽了夢就能解。約瑟回答法老說：這不在乎我，神必將平安的話回答法老。法老對約瑟說：我夢見我站在河邊，有7隻母牛從河裏上來，又肥壯又美好，在蘆埂中吃草。隨後又有7隻母牛上來，又軟弱又醜陋又乾瘦，在埃及遍地，我沒有見過這樣不好的。這又乾瘦又醜陋的母牛吃盡了那以先的7隻肥母牛，吃了以後卻看不出是吃了，那醜陋的樣子仍舊和先前一樣，我就醒了。我又夢見一顆麥子長了7個穗子，又飽滿又佳美，隨後又長了7個穗子，枯槁細弱，被東風吹焦了。這些細弱的穗子吞了那7個佳美的穗子。我將這夢告訴了術士，卻沒有人能給我解說。約瑟為法老解夢。約瑟對法老說：法老的夢乃是一個，神已將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。7隻好母牛是7年，7個好穗子也是7年。這夢乃是一個，隨後上來的7隻又乾瘦又醜陋的母牛是7年，那7個虛空被東風吹焦的穗子也是7年，都是7個荒年。這就是我對法老所說，神已將所要做的事顯明給法老了。埃及遍地必來7個大豐年，隨後又要7個荒年，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豐收，全地必被饑荒所滅。因那以後的饑荒甚大，便不覺得先前的豐收大了。至於法老2回做夢，是因神命定這事，而且必足足成就。所以法老當揀選一個有聰明有智慧的人，派他治理埃及地。法老當這樣行，又派官員管理這地。當7個豐年的時候，徵收埃及地的1/5，叫他們把將來豐年的一切糧食聚斂起來，積蓄5穀，收存在各城裏作食物，歸於法老的手下。所積蓄的糧食可防備埃及地將來的7個荒年，免得這地被饑荒所滅。法老立約瑟為埃及宰相。法老和他一切臣僕都以這事為妙。法老對臣僕說：像這樣的人，有神的靈在他裏頭，我們豈能找得着呢？法老對約瑟說：神既將這事都指示你，可見沒有人像你這樣有聰明有智慧。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必都聽你的話，唯獨在寶座上，我比你大。法老又對約瑟說：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，戴在約瑟的手上，給他穿上細麻衣，把金鏈戴在他的頸項上，又叫約瑟坐他的副車。喝倒的在前面呼叫說：跪下！這樣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對約瑟說：我是法老，在埃及全地若沒有你的命令，不許人擅自辦事。法老賜名給約瑟，叫撒法那裔巴內亞，又將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兒亞西納給他為妻。約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。約瑟見埃及王法老的時候年30歲，他從法老面前出去，遍行埃及全地。7個豐年之內，
地的出產極豐極盛。約瑟聚斂埃及地7個豐年的一切糧食，把糧食積存在各城裏，各城周圍田地的糧食都積存在本城裏。約瑟積存五穀甚多，如同海邊的沙，無法計算，因為穀不可勝數。豐年未到以前，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兒安西納給約瑟生了2個兒子。約瑟給長子起名叫瑪拿西，因為他說：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他給次子起名叫以法蓮，因為他說：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埃及地的7個豐年一完，7個荒年就來了。正如約瑟所說的，各地都有饑荒，唯及埃及全地有糧食。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饑荒，眾民向法老哀求糧食。法老對他們說：你們往約瑟那裏去，凡他所說的，你們都要做。當時饑荒遍滿天下，約瑟開了各處的倉，挑糧給埃及人。在埃及地饑荒甚大，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，到約瑟那裏挑糧，因為天下的饑荒甚大。雅各遣子到埃及買糧。雅各見埃及有糧，就對兒子們說：你們為什麼彼此觀望呢？我聽見埃及有糧，你們可以下去，從那裏為我們挑些來，使我們可以存活，不至於死。於是約瑟的10個哥哥都下埃及挑糧去了，但約瑟的兄弟便雅憫、雅各沒有打發他和哥哥們同去，因為雅各說：恐怕他遭害。來挑糧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兒子，因為迦南地也有饑荒。當時治理埃及地的是約瑟，挑糧給那地眾民的就是他。約瑟的哥哥們來了，面伏在地，向他下拜。約瑟看見他哥哥們，就認得他們，卻裝作生人，向他們說些嚴厲的話，問他們說：你們從哪裏來？他們說：我們從迦南地來挑糧。約瑟認得他哥哥們，他們卻不認得他。約瑟想起從前所做的那2個夢，就對他們說：你們是奸細，來窺探這地的虛實。他們對他說：我主啊，不是的，僕人們是挑糧來的，我們都是一個人的兒子，是誠實人，僕人們並不是奸細。約瑟說：不然，你們必是窺探這地的虛實來的。他們說：僕人們本是弟兄12人，是迦南地一個人的兒子，頂小的現今在我們父親那裏，有一個沒有了。約瑟酬其兄。約瑟說：我才說你們是奸細，這話實在不錯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若是你們的小兄弟不到這裏來，你們就不得出這地方。從此就可以把你們證驗出來了。需要打發你們中間一個人去，把你們的兄弟帶來。至於你們，都要囚在這裏，好證驗你們的話真不真。若不真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你們一定是奸細。於是約瑟把他們都下監裏3天。到第3天，約瑟對他們說：我是敬畏神的，你們照我的話行，就可以存活。你們如果是誠實人，可以留你們中間的一個人囚在監裏，但你們可以帶着糧食回去，救你們家裏的饑荒，把你們的小兄弟帶到我這裏來。如此，你們的話便有證據，你們也不至於死。他們就照樣而行。他們彼此說：我們在弟兄身上實在有罪。他哀求我們的時候，我們見他心裏的愁苦，卻不肯聽，所以這場苦難臨到我們身上。
女便說：我豈不是對你們說過，不可傷害那孩子嗎？只是你們不肯聽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們追討。他們不知道約瑟聽得出來，因為在他們中間用通事傳話。約瑟轉身退去，哭了一場，又回來對他們說話，就從他們中間挑出西面來，在他們眼前把他捆綁。約瑟吩咐人把糧食裝滿他們的器具，把各人的銀子歸還在各人的口袋裏，又給他們路上用的食物。人就照他的話辦了，他們就把糧食袋在路上，離開那裏去了。約瑟的眾兄回到迦南，到了住宿的地方，他們中間有一個人打開口袋，要拿料慰勞，才看見自己的銀子仍在口袋裏，就對弟兄們說：我的銀子歸還了，看哪，仍在我口袋裏。他們就提心吊膽，戰戰兢兢地彼此說：這事神向我們做什麼呢？他們來到迦南地，他們的父親雅各那裏，將所遭遇的事都告訴他說：那地的主對我們說嚴厲的話，把我們當作窺探那地的奸細。我們對他說：我們是誠實人，並不是奸細。我們本是弟兄12人，都是一個父親的兒子，有一個沒有了，頂小的如今同我們的父親在迦南地。那地的主對我們說：若要我知道你們是誠實人，可以留下你們中間的一個人在我這裏，你們可以帶着糧食回去，救你們家裏的饑荒，把你們的小兄弟帶到我這裏來，我便知道你們不是奸細，乃是誠實人。這樣我就把你們的弟兄交給你們，你們也可以在這地做買賣。雅各不用攜幼子去。後來他們倒口袋，不料各人的銀包都在口袋裏。他們和父親看見銀包，就都害怕。他們的父親雅各對他們說：你們使我喪失我的兒子。約瑟沒有了，西面也沒有了，你們又要將便雅憫帶去，這些事都歸到我身上了。女便對他父親說：我若不帶他回來交給你，你可以殺我2個兒子，只管把他交在我手裏，我必帶他回來給你。雅各說：我的兒子不可與你們一同下去，他哥哥死了，只剩下他。他若在你們所行的路上遇害，那便是你們使我白髮蒼蒼、悲悲慘慘地下陰間去了。